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細看時局變化，睇得高，站得遠。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Johnny Fox、索羅 B。Johnny， 你因跟搭船係啊，你講開汲水門大橋咧，即係我一定好了解，因為我其實日日都見到呢條橋，住喺附近啦，係啦，住喺附近啦。一上去就係左手邊汲水門大橋，右手邊就係青馬大橋啦。係，咁所以其實嗰個位係我成日都見到好多船行過嘅，好多貨船。咁就即係嗰日咗都好突然，就無端端係上個禮拜五嚟個撞橋冇得係咁，我嚟咗做節目，我冇事。係唔知好彩唔知道咩事。做完咁已經搞掂啦，冇封橋咁，我翻到去啦。咁就喂呢單嘢好怪，我見到，因為佢第二日拉人之後咧就告刑事毀壞係。其實呢個同我嗰個理解就好唔同啦。嗱，唔係佢絕對嗱，我哋就咁睇，佢肯定唔係特登去撞啊嘛，唔小心。因為通常。我最簡單嘅比喻就係，你通常交通意外當你架車撞爛咗嘢咧，一定係告你不小心駕駛或者危險駕駛，就唔會告你刑事毀壞。即係就算你譬如唔係，就算你譬如嗰架車炒咗去立法會，或者炒爛咗立法會嘅玻璃，咁只能夠告你不小心駕駛，會唔會告你刑事毀壞咧？嗱，通常呢啲時候都係告同不小心，即係同啲我哋叫呢種叫疏忽類型有關嘅罪行，通常都係。咁船佢有自己啲條例啦，咁我冇。唔係佢有照佢有導航嘅，會唔會啊？即係唔係？如果係就更加你告唔到係刑事毀壞添啦。咁你可能有機會賴落儀器度啊，諸如此類啊嘛。你個嗱到最尾你律政司真係要行呢條罪嘅時候，咁你嗰個舉證責任咪越嚟越高，你咪玩自己啊嘛。有個問題就係咧，係咪咁樣告咪容易啲甩咯？係嘛？你屌你我都唔係刑事毀壞，你唔反而唔告我不小心駕駛，到時咪唔使告咯。嗱，咪即係呢單嘢咧，可能係因為實在係太過大波得滯。係因為搞到青馬封咗2個鐘頭，所以咧佢唔可以告一啲太輕嘅罪。係，因為我相信如果有即係同船有關嘅，同一啲即係又係類似不小心駕駛罪名咧，嗰啲又可能係即係一啲傳票嚟嘅啫，即係啲罰得好輕嘅嘢嘅，可能300。咁所以就係唔得啦，一定要整條刑事罪俾佢嘆下，咁所以就變咗告呢條罪。係，我見到我都覺得有啲即係出奇咯。我一聽到係覺得好怪㗎，係咯，我個邏輯一定係好啱嘅。你平時撞車呢個刑事毀壞即係人哋係咪特登嘅咧？照計都係都喂，佢都撞爛咗架船，佢都唔知㗎，就係一定係唔小心。之後嗱聲駛架船走係嘛？即係你只能夠告佢不小心駕駛，咁啊之後不顧而去。或者魯莽駕駛啦，魯莽駕駛係咯，即係 equivalent 做咁樣嘅罪啦。唔係即係罪未必叫呢個名嘅。係咯，唔係嗱，咁但係呢單嘢咧就可以即係另外又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就係咧呢條青馬橋咧就汲水門大橋或者嗰個青馬橋嗰個系統咧就係大嶼山唯一嘅出入口。係冇錯，即係變咗咧。其實我一路住嗰度，一路都諗呢個問題啊！條橋如果萬一日有事，係咪出唔到去？即係如果第日遇到磁力王係嘛，將條橋好似咁樣移咗過去對面，係冇啦，咁咪過唔到去咯。係原來佢中間嗰度係地鐵都係行嗰度喎。係啊，車全部都係行嗰度喎。咁好集中喺所有嘢一個攬嗰度咯。係啊，有咩事真係攬炒㗎喎？即係要成個喂，呢件事真係要鬧埋港鐵啦！港鐵咧喺青衣站叫人落車咧，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喎。船咯，係你玩嘢啊！你嗰個邊有啊？青衣咪叫你翻轉頭搭船，叫你去搭車喎！我即係好似睇翻新聞講啲乘客。咁架車點樣碌出嚟咧？我都唔知佢架車點可以過。水陸兩用車咯，占士坡係啦。咁下都叫船啦，落水頭。咁係。唔係咁有時地鐵嗰啲好死板嘅，佢都唔知咁多嘢係咪？我覺得因為地鐵嗰條聲帶冇遇到，冇遇到，第日要去搭船完全冇應變能力嘅港鐵，基本上唔係嗰日啲人咪問政府有冇應變能力咧？政府應變能力係冇應變嘅，佢嘅應變措施就係冇。以不變應萬變，係嘛？我又諗到啊！呢段鐘數梗係叫偉大嘅祖國使架遼寧號過嚟載啲人過對面。係喎，變成好似以前咧以前我哋細個咧睇嗰啲輪船咧，咪有載車嘅。我想問咧，而家都有㗎。我想問咧，嗰度咧，即係嗰個海峽咧，係咪可以行到遼寧號啊？好淺水嘅喎，係咩？邊度得啊？我覺得得唔得啊？唔係遼寧號好似都好到個噸位唔係好夠嘅咋，做賭船嘅啫以前。係咯，賭船應該入到。實得嘅，係以前我哋做賭船嘅，冇問題。唔係咯，即係好似咧，即係攞嚟載汽車嗰啲輪船咪得咯，攞嚟呢個鐘數。而家都仲有嘅，其實
而家嗰啲汽車渡輪咧泊晒北角碼頭啫嘛，係啊，冇拆到。其實都唔得嘅咧。而家仲有冇？佢冇行，但係啲船係泊咗啲船喺嗰度嘅。但係佢仲會唔 hurt 到啦？用得嗰啲船冇問題㗎。太耐冇開會唔會？冇問題㗎。我覺得唔會。真照，好耐冇見過嗰隻，因為佢已經冇開啦嘛，你喺海度見唔到嘅，但係咧你喺碼頭你會見到啲船泊咗喺度嘅。呢啲時候係咪應該其實係嗰個緊急應變小組係先調呢啲出嚟先？佢個緊急應變小組係攞嚟諗住點樣對付示威者㗎嘛？佢啲警力係攞嚟對付示威者，所以佢完全冇應變措施，對於所有發生任何意外。係，唔特別係嗰次點樣拉示威者？特別係上次你見到南丫島海難嗰陣時又係。嗰陣時又未有示威者，即係未需要用警察對示威者。香港嘅應變全部係攞嚟對付佔中㗎嘛。係啊。唔係咁，佢應變小組主要就係真係我哋對付嗰啲示威嘅人嘅啫。因為你睇到梁振英上台嘅，佢最主要嘅敵人就係示威者，即係同中國政府一樣啦。中國政府咧，啲人話咧，佢啲軍備啊點樣如何，其實咧大家都攞自己人嚟測試，大家睇錯咗啦。佢唔係要同美國佬打仗啊嘛，知道打唔贏點解去打咧？佢知道有啲人佢打得贏啊嘛，就係人民啊嘛，實贏嘅佢。喂，中國共產黨係好叻㗎，佢係打啲必贏嘅仗噶，嗰啲有機會輸佢唔打噶，所以咧最近一次只有嗰次都雜雜地喎，其實唔係嗰次佢係贏交硬，點知哎呀屌咁撚大反抗嘅屌，我諗住執硬你嘅，但係你咬翻轉頭，唔係啊，但係你咬翻轉頭，但係從來歷史上係打越南，即係嗰個位置係共產黨人唔讀書噶嘛，你知唔知鄧小平去法國，你估係勤工儉學咩？佢做黑工嘅啫嘛，喂得4尺9寸溝乜撚嘢女啊？係咪先？你去到外國好似侏儒嘅咋？法國個個都嗰啲鬼妹6尺高，你得4尺幾，屌你溝咩女啊？阿弟弟翻屋企飲下奶，等佢第日大個先啦，係咪先？去到法國做黑工嘅咋？如果唔係點解周恩來咁撚容易捉到佢入黨啊？就係屌你喺度打工，俾啲法國佬黑嗱你啦，跟我翻去搞革命啦咁樣嘛，係咪先？或者可以去呢個，好似廚房走出走入咯，走上咗好似胡志明嗰啲咁樣。佢去廚房打貓係嘛？溝嘢食啊！係咯。喂，咁咧嗱，今個禮拜其實有一單好大嘅新聞。嗱，呢單嘢咧，我哋係睇佢咧係影響全世界嘅。係就係中國結束嗰個一胎政策啊！而家可以話生2胎啦。二孩政策係啦。咁咧，因為佢一胎政策好似係唔知79定80定81係咁上下啦，係實行嘅。咁我冇唔記得咗確實嘅日期。咁但係咧，其實80，因為我細妹80年出世嘅，咁佢真正好嚴格執行咧係80年打後嘅。變咗咧，而家若果係80、81、82咧，都仲有啲有兄弟姊妹。佢糾正其實亦都係某程度上嗰陣時係要180度糾正老毛嘅嚴重錯誤啊嘛，因為老毛人多辦事。係啦，因為佢當時話啦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佢嘅大膽咧就係乜都係要鬥多，係嘛？咁啊用人口去鬥多，因為老佢都係軍事想法嚟嘅，呢個都係冇錯。但係你後尾你喺個經濟學嗰方面嚟諗啊，即係再溫翻轉頭有個叫 factors of production 啊嘛，佢真係 land labour capital 安全咗啦嘛。咁你 labour 你當然個數越大，佢個產出越即係如果用經濟學嘅equation啱啊！你人一多，咁你嘅生產力勞動力多，跟住同埋勞動成本亦都平啊嘛。係啦，但係有個問題就係咧，你要解決糧食嘅問題啦，你要解決嗰個就業問題啦，仲有福利。你亦都係嗰陣時，但係年老人口你除非你嗰個土地可以無限膨脹，因為以前經濟學嗰方面亦都講過，個 labour 擺咗一個 fix 個 size 嘅田，最尾開頭會有 economy of scale， 最尾會有 diseconomy of scale 啊嘛。係嗱，咁睇翻咧，一胎政策咧，其實想糾正老毛個錯誤，但係一胎政策衍生到一個好嚴重嘅問題。180度。係，因為佢咧中國咧係由一個極端咧走去另外一個極端嘅，佢一係咧就狂生，一係就唔撚準生。咁去到大陸有個計生辦之後咧，係好殘酷，係對待農村人口嘅。咁有啲農村咧有咗7、8個月都照墮胎㗎，照劏肚㗎，好離譜㗎。咁咧亦都會衍生到個問題咧，就係人口老化。嗱，因為咧，但係佢亦都 enjoy 一個黃金時期，就係因為個好龐大嘅人口個紅利啊嘛，又因為由好突然間生到好撚多，變咗跟住又突然間生一胎，
咁樣嗰個一個極端走去另外一個極端，咪令到係得翻一胎嗰個唔使 bear 咁多老人家嗰個叫做咩咧？供養問題啊嘛，令到可以好多錢收入嚟釋放翻出嚟嘅市場啊嘛，個人口紅利咁樣嚟，係好龐大人口紅利。係咪？但係而家咧，因為你去到依個時候咧，已經係耗到盡，因為嗰個叫路易斯拐點啊，已經出現咗。咁咧出現咗呢個之後咧，人口開始老化，但係咧後生嘅咧，就要養越嚟越多嘅老人家嗱，因為點解咧？而家開始一胎嘛，即係而家30幾歲嗰啲人咧，全部冇兄弟姊妹嘅，即係話咧，佢哋嘅父母每男家同女家嘅父母咧，即係加埋4個人咧，就要一對夫妻去養。咁將來呢對夫妻如果再生一個話咧，即係等於一個要養6個，因為咧你冇咁快死噶嘛。嗰兩個而家有啲人又長命咗，嗰兩個阿嫲、阿爺、阿嫲、阿公、阿婆。4個加埋佢老豆老母6個人，就一個僆仔養，所以佢而家放寬咗2個咧都好啲，2個養6個就唔使咁辛苦。但係有個問題啦，嗱，因為咧原本係譬如而家你養6個啦，原本好似以前係好差多個老人家，即係好差多個父母養好少仔。係嗰時哇屌幾多錢釋放出嚟？係啦，嗰陣時多錢釋放出嚟咧，而家調翻轉頭，咪變咗好多大貓嚟買嘢咯，咪先？係不過咧。如果你係生多咗呢，啲人會喺度諗啊，會唔會將來即係中國對出邊嗰個奶粉好大需求啊？又或者令到全世界嘅人口壓力好大啊咁樣啦？因為呢，我最近發現咗一個網，就有個全世界嘅人口嘅統計，有埋佢嘅出生率，當日每日嘅出生率、每日嘅死亡率、每年嘅出生、死亡、人口增長。咁中國嗰個人口呢，其實而家呢係每年嘅淨增長係幾百萬。佢話1000幾萬人出世，有1000幾萬人死，咁啊最後減咗出嚟咧就淨增長有500幾萬。咁啊睇翻咧有鄰近嗰啲咧，俄羅斯就好大鑊啦，因為俄羅斯咧原來有1000幾萬人出世，就1000幾萬人死，咁每年咧淨增長係8萬幾人，一個1億4千萬嘅國家。一個土地咁大嘅國家咧，原來淨增長8萬幾人嘅，咁呢個國家咧，老實講啦，再咁落去好快滅亡，因為你人口咧一定係越嚟，因為你過咗10年之後，你啲人老咗啦嘛，你一定係死嘅人多過出世嘅人啊嘛。唔係，所以你用客觀嘅嚟講咧，以前蘇聯先叫做超級大國。俄羅斯唔係，因為始終以前蘇聯即係唔係拜共產主義嗰個社會。第二事實上，因為蘇聯以前嘅幅員唔止包括俄羅斯啊嘛，佢仲有啲中亞國家，而中亞國家好多都係穆斯林，穆斯林係好鼓勵嗰個生育嘅，佢所以就 enjoy 咗嗰個中亞國家嗰啲，譬如土庫曼啊、咩塔吉克啊、吉爾吉斯坦呢類嘅國家咧。佢嗰個人口個紅利而吹翻去，以莫斯科聖彼得堡做中心嘅俄羅斯、白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呢一橛咧，佢哋個技術利用嗰個中亞世界嘅人口吹過去做一個交換，令到嗰個國力係膨脹到，但係依家就變緊咗。你蘇聯除咗即係蘇聯散咗之後咧，俄羅斯除咗出口石油、搞嗰啲金融業，但係最尾都係面對咗，喂，你人口老化，最尾都會揀咗日本。你唔同以前蘇聯可以將嗰個中亞啲國家啲人口拱晒過去，你需要嘅地方咪共產主義嘛？係，唔係因為俄羅斯其實仲有個問題就係天氣太凍，佢啲人係要飲酒取暖，但係飲酒咧就變成酗酒。就要性無能咯，除咗性無能，咁我未必一定咁嘅情況出現。冇錯，所以邊個你唔能講嘢，因為你都酗酒嘅。仆街，幾時酗酒？你仲唔係酗酒？邊個係啊？嚇！我大佬佢冇飲啫。酗酒天下。嗱，因為咧。一班俄羅斯鬼咧就酗酒多咧，所以咧俄羅斯人嘅平均壽命係好短嘅，係比中國短成10幾年嘅。所以咧俄羅斯喺10年之後咧，佢人口一定係出現負增長，好似日本咁啊！而家日本係負增長。